为了要传承歌戏的文化，台湾戏剧学院甲公视台语台以产学合作的方式增加交流机会，双方会做伙培育艺文甲影视专业的人才，让少年辈来接触歌戏、接触台语，传承本土文化。 戏剧学院的学生播歌戏出《澹衫过牛》，两位学生自细汉就常常甲阿公阿嬷去庙埕看戏，所以对歌戏有真大的兴趣。学生讲，虽然本身的台语无啥物练懂，不过练歌戏的过程，互因的台语愈来愈好，甲阿公阿嬷的互动嘛愈来愈侪。因希望毕业了后会当找甲台语相关的工课，继续为台语传承注入新的活水。 台语因为厝内有在讲，所以有较简单、较紧就学起来。如果若是有机会，嘛是会用得去公司台语台遐试看卖咧。但是我的台语讲起来袂认得，若是唱歌戏的时阵，就较好。 为着互台语歌戏文化拢会当继续传承落去，台湾戏剧学院对国校啊就开始培养学生学歌戏。即摆嘛甲公司台语台签订合作备忘录，希望透过产业甲学校合作，共同推动台语影视人才。演员的培养过程其实是需要真长的时间，但是咱即摆囡仔所欠缺的都是机会吼啊，咱应该讲想讲，安那互因有更较多迄个可能啊。在台语文化的研究跟教学上，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根基。那么全台湾也只有公共电视台语台有台语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平台。那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两方都能够有专业的结合。为着要增加少年族群愿意来学台语、来看歌戏，戏剧学院甲公司台语台未来会以直播也是低雅音，用轻松少年辈流行的媒介来向少年家接触台语甲传统的歌戏文化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